他们一家人对台湾民主运动的贡献非常巨大。大家都知道，香港现在年轻的一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就是他们上一代没有做好守护的工作。那我们台湾为什么有这样的民主自由的成果？就是我们上一代的人呢，他们的努力。那上一代的人，那我们的李芬，他的爸爸妈妈，他可以说在过去台湾民主运动的过程当中贡献的非常的大。那这一次的立委选举，大家也知道，他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对国政宪政都非常了解他一生除了贡献云林在争取很多的建设亲自执行建设之外，那他在国会的论述能力也非常的强，对国政国防、外交、经济各方面都非常了解，所以一定要让他高票当选连任，继续在做蔡英文的左右手。院长，今天天气不是很好，这样子也是要风雨无阻吗？应当的，我这个小 case， 这个什么小 case 的这个如果比苏淑芬的家人他们的贡献我这个差一点点，应该的。今天非常感谢尤院长来下询搞我走点我们都知道尤院长的话，在院长任期相当的长对台湾的贡献相当的大，尤其是咱婚里面学我们78号那个东西的快速道路，就是在尤院长的任内也完成了当然也佫真侪道路啦尤院长是当讲是安尼真稳重嘛真朴实的人其实我开始在足久的。过去的时要被选新议员进前的时候尤院长在记得当时你就有来紫藤路当时其实我们对，那时候我们大家就认识，大概是当时对党外时期那拍拼起来，所以他也算是一个沙场老将了我们很期待，就是说尤院长来的时候大家看到尤院长真欢喜给我加持这样。三张选票过台湾，总统票请支持3号的蔡英文，立法委员请支持2号苏治芬，国会爱过半，政党票请支持14号民主进步党。北港镇这几年的重大建设，妈祖病院、市地重划，咱的文化中心，咱的二号桥，咱的北港雾里的边外，这拢是咱苏治芬年代所来争取、所来建设，搁予苏治芬4单，北港镇大进步甲无共款。